我行過咁多路，見過咁多人，睇得多咗，就愈發明白一個道理：人這一輩子，前半生搏事業、搏家庭、搏仔女有出息，去到後半段，真正值錢嘅從來唔係身家有幾多，而係可唔可以活得自在、活得體面、活得有尊嚴。好多人後生嘅時候，一門心機別喺仔女身上，將所有積蓄、所有心血都擺落去，總以為養兒就可以防老，總以為將全副身家交俾仔女就可以換一個安穩無憂嘅晚年。可現實往往最磨人，你以為嘅親情依靠，好多時候反而變成針住你嘅枷鎖。你盼咗一輩子嘅天倫之樂，最後可能變成睇人面色過日子嘅煎熬。睇到呢度，如果大家認同晚年尊嚴先係最寶貴嘅嘢，麻煩點個讚，下面評論一齊留言，自立尊嚴。我認識一位相識多年嘅老朋友，今年74歲，做咗一輩子印刷製版嘅手藝，喺行內都算有口皆碑。呢個人一輩子勤勤懇，骨頭硬心氣高，從來冇向邊個低過頭，更加冇睇過任何人面色過日子。可就係咁樣一個增強好勝大半輩子嘅人，前2年因為養老嘅事，硬生生將自己捱出病，連大半世積落嘅體面都差啲輸光佢嘅經歷。我每一次回想起來都覺得無限稀呀。今日將佢嘅故事講出嚟，唔係要數落仔女唔孝，亦都唔係要挑起家庭矛盾，只係想俾每一個正在為晚年打算嘅老友，每一個已經踏入退休生活嘅朋友提個醒，留個心。呢位老友姓何，名叫敬堂，相熟嘅人都叫佢堂叔。佢老伴4年前離開咗，剩低佢一個人住喺深水埗住咗43年嘅舊唐樓。間屋係佢同老伴後生嘅時候懷無數個通宵1分1毫儲錢買翻嚟嘅，由拆牆鋪地到訂製袈裟，全部都係兩公婆親手張羅，每一地方都留住2個人相處嘅痕跡。老伴剛走嗰大半年，佢確實消沉咗好一段時間，經常對住空飯快發呆。日子耐咗，亦都慢慢摸出咗一個人生活嘅節奏。佢每日清晨5點幾就醒，梳洗完揾住個搪瓷杯落樓，去街口開咗30幾年嘅茶居飲早茶，1盅2件，蝦嚿燒賣配普洱，坐夠1個鐘，頭同老街坊傾下家常，先至慢悠悠翻屋企。上午就喺陽台嘅工作尾度擺弄佢嘅印刷工具，幫相熟嘅老主顧做下手工製版散工，唔使趕貨，全憑心意。下晝就去公園同一班老夥伴下棋打牌，輸贏都只係圖個開心。夜晚翻屋企滾碗及第粥，配埋蘿蔔糕，開住收音機聽粵曲。日子平淡但踏實自在。佢成日同我講，咁樣嘅日子就最靚，唔需要遷就任何人，唔需要麻煩任何人，清清靜靜，勝過一切變故發生在前年深秋。嗰晚半夜起身去廁所，客廳地板剛拖完未完全乾透，佢腳一跣，重重跣低，腰骨撞向茶幾角，痛到半天透唔到氣。佢瞓喺冰凍嘅水泥地上，成身都用唔到力，只能聽到自己粗重嘅喘氣聲，四周靜悄悄的，連一個伸手幫忙嘅人都冇。嗰一刻，從未試過嘅恐懼，好似潮水一樣將佢整個人包圍。佢第一次真切意識到自己真係老咗，老到唔可以再一個人硬撐。老到話唔定邊一日跣一跤，連爬起身嘅力氣都冇，就咁靜靜地離開仔女，趕到醫院嘅時候，見到佢腰上一大片淤青，額頭仲有擦損，個個都心痛到唔捨得個仔。偉強喺中環做建築師，向來穩重孝順，實實在實捉實佢隻手講：老後唔好再一個人住啦，太危險，將深水埗嗰間唐樓賣咗啦。你一個人住咁大間屋，亦都用唔到，賣樓嘅錢你自己收實。之後輪流住我同細妹屋企，我哋照顧你，一家人一齊先至叫過日子。個女慧敏亦都紅住眼眶喺旁邊附和。係啊，老後我哋早就想同你講，你住喺我哋身邊，我哋先至安心去阿哥屋企，有阿嫂同侄仔陪你。嚟我屋企，我日日同你煲老火靚湯，變花樣煮好嘢俾你食，唔好過你一個人冷鑊冷灶獨自開飯好多。堂叔話當時聽到仔女呢番說話，鼻頭一酸，眼淚差啲滾落嚟。佢做咗一輩子手藝，活幾精細嘅版都刻過，偏偏呢一刻滿肚子說話塞住喉嚟，只覺得自己大半世辛勞冇白費，養到一對咁懂事孝順嘅仔女。佢幾乎冇任何猶豫，就點頭應承咗仔女嘅提議。冇耐間承載住佢40幾年回憶嘅唐樓就掛盤放售，簽買賣合約嗰日，佢一個人企在空空沙嘅客廳，臨摹牆上掛咗幾十年嘅舊掛，望住櫃上面老伴嘅遺照，個心空落落，好似俾人挖走咗一塊肉。
但一想到即將可以兒孫繞膝，一家人熱鬧過活，呢少少唔捨得即刻被滿心嘅期待壓低。佢將賣樓大部分金額存咗長期定期，只留一小筆現金隨身，打算平時買禮物俾孫仔外孫，或者間唔中補貼下仔女家用，都算盡長輩嘅心意。佢好似要遠行嘅後生仔一樣，開開心心執咗幾箱替換衫褲，一箱刻咗大半世嘅製版工具，仲有老伴嗰張泛黃舊相，滿心歡喜先搬入個仔偉強嘅居所。偉強間屋喺九龍塘高層住宅，裝修簡約大氣，落地玻璃窗望出去視野開發。新抱思琪係國際學校老師，知性幹練，專門幫堂叔準備嘅房間雖然唔算大，但乾淨光猛，仲特登換全新面室、床單被套，擺咗一盤淨化空氣嘅綠植。孫仔浩然讀中學，見到佢會禮貌叫一聲爺爺，打完招呼即刻衝返自己房間溫書。最初一段日子完全同堂叔想象中一模一樣。思琪會客客氣氣問佢夜晚想食啲咩，有冇飲食禁忌。偉強放工會坐低陪佢傾偈，講下地盤上面嘅趣事。飯喺三代同堂，燈光暖粒粒，堂叔好幾次都恍神，以為老伴就坐隔離笑住睇住一家人吃飯。佢暗中同自己講，一定要做個董事長輩，唔好俾後生添，麻煩盡量融入呢個家。佢這次學習複雜嘅智能家電學，用手機落外賣、查巴士路線，甚至這次了解孫仔中意嘅籃球明星，想同後生有多啲共同話題。但佢萬萬估唔到呢種美好感覺就好似清晨薄露，太陽一出即刻散得一乾二淨，矛盾由最微細嘅生活習慣爆發。堂叔大半世習慣朝早滾白粥，配鹹菜油條，食落個胃暖粒粒先至舒服。但入住冇幾耐，思琪就喺早餐裏用一種禮貌但令佢周身唔自在嘅語氣講：老行我哋朝早都食全麥麵包同低脂牛奶比較健康。你滾嘅粥味道偏重，成間屋都充斥米糠味。浩然同學上嚟玩都話聞到老人家氣味。呢句說話好似一盆冰水由頭淋到落腳底。佢望住思琪臉上標準客套嘅笑容，張大個口，半句說話都講唔出。由嗰日開始，佢再亦唔敢喺屋企滾粥。每日跟住一家人食乾巴巴嘅麵包，飲淡而冇味嘅牛奶，足足挨咗大半個月個胃，成日空虛滾動。但佢半句怨言都唔出，驚麻煩到仔女。跟住就係作息問題。堂叔年紀大，早睡早起，朝早6點幾就會醒。但年輕人返工辛勞，週末都會瞓到11、2點先起身。佢已經盡量輕手輕腳，連關門都細心翼翼。始終難免發出少少聲響。有一次佢早起去陽台撳花，剛好撞正思琪由房間行出，掛住熊貓眼，語氣帶住唔耐煩講：勞後我哋平日要早起返工，週末想瞓晏啲補足精神，你可唔可以遲啲先出房間走動？堂叔連聲道歉。自此之後，就算天光醒咗，都只會瞓喺床上面閉目養神，等到8點幾聽到外面有動靜先至敢踏出房門。有時瞓到腰骨都酸軟，都唔敢隨便出廳。仲有電視睇法，堂叔閒時中意睇粵曲節目、舊粵語長片，但個仔新抱一返屋企，電視就會播佢聽唔明嘅英美劇集或者嘈喧巴閉嘅真人 show。客廳部大電視，佢從來唔敢主動轉台，怕掃大家興。後來乾脆長期留喺自己房間用手機睇舊片，只不過細細個屏幕點樣都填唔滿心入面嘅空虛。佢越來越發覺自己唔係呢個屋企嘅長輩，唔係屋主，只係一個被安置於此嘅客人，時刻都要小心翼翼睇人面色做人嘅過客。真正撕破溫情假象嘅係金錢。思琪有記住習慣，每個月尾都會喺飯裏掏開平板，逐筆核對當月開支。呢個月電費漲咗接近30%，應該係天氣轉凍，暖爐開得多咗。講呢句說話嘅時候，佢會不經意瞟向堂叔，皆因堂叔有老寒腿，秋冬夏做總會開1、2個鐘暖爐焗腳。物業管理費又通知加價，而家供一間樓，開銷越來越大，樣樣都要使錢。每到呢個時刻，偉強只會低頭扒飯，唔敢對望堂叔雙眼。堂叔個心好似被幼針拮一樣刺痛，呢啲冷冰冰嘅數字，一條條小刺拮到佢周身唔自在。自從之後，佢變得神經緊張，離開房間必定回頭檢查幾次燈同暖爐有冇熄妥。沖涼都快手快腳，驚水龍頭開太耐，水力轉得太快，連飲水都唔敢太多，怕去廁所次數頻繁招人厭。為咗令自己住得心安理得，佢主動拎咗4萬蚊俾思琪，講老侯過嚟住，麻煩咗你哋好多，呢少少錢你收低補貼下家用。思琪客氣推辭2句，最終都收下。
由呢一刻開始，佢面上笑容確實真誠咗少，但唐叔心底清清楚楚，呢筆錢唔係補貼，係自己交嘅租金伙食費，用金錢換取留低居住嘅資格。佢做咗一輩子手藝，憑實力揾食，清高大半世到老，竟然要用銀紙換取可憐嘅尊嚴，徹底擊垮佢嘅。係偉強生日聚會當晚，嗰日屋企嚟好多偉強同事朋友，熱鬧非常。唐叔特登換上自己最體面嘅暗紋襯衫，想幫個仔撐場面。眾人飲過幾杯酒，氣氛熱辣。思琪一位同事笑住講：思琪，你真係有福氣，老公能幹又孝順，仲將老爺接返一齊住。而家咁體齡長輩嘅新抱真係好少。唐叔聽到個心一度暖洋洋，點知思琪揾住紅酒杯，笑住擺手，半開玩笑半認真咁回應：咩福氣啊？只不過當屋企多個長輩鎮宅咯。只不過呢位老人家比較費電，每個月電費比從前貴一大截，加幅直逼油價。在場所有人都跟住大笑，偉強亦都先戒陪笑，輕拍思琪膊頭，半句反擊嘅說話都冇講。嗰一瞬間，唐叔感覺全身血液一下子衝上頭頂，隨即又瞬間冰凍塊面，滾中發熱，企在原地入唔到退唔到。佢唔係佢哋嘅老劉，唔係屋企長輩，只係一個耗費開支嘅擺設，一個可以當眾攞嚟取笑嘅負擔。佢默默轉身返入房間，關上房門，將外面所有笑聲同喧鬧隔絕在外。佢坐喺床邊，望住窗外璀璨萬家燈火，燈光再多再亮，卻冇一岑真正屬於自己。佢第一次喺呢間號稱屋企嘅居所感受到刺骨嘅寒氣同深入骨髓嘅屈辱。喺個仔屋企短短半年，好似鐮刀割肉，一點點磨走佢所有傲骨同期待。佢捱住日子掃住過，終於等到搬去個女屋企。當日搬走嗰日，偉強同思琪表現出一種如釋重負嘅客套，呢種虛假禮貌比起直接鬧佢一頓更加難受。佢唯有自我安慰，女兒始終細心體貼，慧敏嗰邊一定唔一樣。慧敏間屋喺荃灣民居區，單位唔大，2房1廳，被慧敏打掃得乾淨整齊，充滿溫馨。唔似阿嫂，思琪善於講漂亮場面說話，慧敏係實打實嘅體貼。佢記得唐叔所有口味，會提前買魚球菜乾，專門煲老火靚湯，會安坐沙發聽唐叔講起從前開印刷廠嘅舊事，唔會嫌佢囉嗦重複。女婿阿榮係貨車司機，言語不多，為人老實。一開始對唐叔都幾客氣，外孫小樂讀小4，黐實媽媽，但亦都願意聽唐叔講舊時故事，叫唐叔幫手整紙手工玩具。剛入住嗰幾個星期，唐叔確實感受到九月嘅溫暖，心入面凍硬嘅冰塊好似慢慢溶解。為咗唔重蹈喺個仔屋企嘅覆轆，唐叔主動包攬屋企大部分家務。每日最早起身落街市買餸整早餐，日間留屋企打掃衛生抹西拖地，下晝接小樂放學幫佢檢查功課，夜晚煮好晚飯，等女兒女婿放工返嚟開飯。佢心入面諗，唔可以做白食白住嘅閒人，自己做多啲，女兒就輕鬆啲咁樣住落去，先至心安理得。以為呢種平衡可以長久維持，最終發覺自己有一次想錯，佢由一個使費負擔變成免費用工。女兒係真心對佢好，但呢份體諒亦都令慧敏越來越勞累，要返工，要面豆仔，要顧及老劉情緒，每日忙到腳不沾地。而唐叔日復一日做嘅家務係女婿阿榮眼中變成理所當然。阿榮每日放工返嚟，除低鞋即刻搭坐沙發，等開飯，食完飯推開碗筷，繼續玩手機睇電視，從來唔會搭把手幫忙，唔會評論菜式好壞，亦都唔會講半句多謝。旁分一切都係唐叔應份做。更令唐叔透唔到氣嘅係單位空間細小，細到容納唔到任何私人空間，藏唔到半點心事。佢可以清晰聽到隔離房間女兒女婿嘅爭執聲。一開始只係零碎小事，慢慢爭執內容開始圍繞住自己。你老口日日煮嘢，整到廚房周圍油漬。我講過好多次，開大抽油煙機，佢永遠聽唔入耳，抹都抹唔乾淨。成日翻來覆去講幾十年前嘅舊聞，我放工翻來想靜下都唔得，頭都痛埋。自從佢過嚟之後，我哋幾耐冇出街睇戲食2人餐。呢種日子到底要捱到幾時？阿榮語氣滿載唔耐煩，慧敏只會壓低聲線，一邊喊一邊解釋。唐叔瞓喺隔離床上面，個心好似被刀割一樣痛楚。佢不斷自問，自己過嚟唔係想令女兒過得幸福咩？點解自己出現反而變成兩公婆爭執嘅導火線？本來想分擔壓力，最後竟成為拖累大家嘅負累。
佢變得愈發小心翼翼，炒菜將抽油煙機開到最大，講說話盡量細聲，冇事就留喺自己房間唔出廳。就算咁樣忍讓矛盾，最終都會爆發，壓垮佢最後一根稻草。係一個落雨天夜晚嗰段時間，學校流感大爆發，小樂率先中招發燒咳嗽，反反覆覆唔見好，跟住堂叔亦都被交叉傳染。成個人暈暈沉沉。嗰日小樂燒到39.8度，仲壓滿身污漬。慧敏同阿榮連夜帶仔去醫院，折騰到天光先返屋企。兩個人捱到雙眼通紅，面色極度難睇。堂叔滿心內疚，一早起身滾咗一味瘦肉粥，想俾兩夫妻暖下身。點知阿榮一入門睇都唔睇碗粥一眼，大力將車鎖釘喺範圍，對住慧敏大聲喝罵：我一早講過，屋企老人細路夾埋最容易互相傳染。硬係要將你老頭接返同住，而家出事啦啩？個仔病足成個星期都未傳染，我聽日仲要長途揸貨車，連續幾晚冇覺好瞓，萬一出交通意外邊個負責？佢冇指名道姓，但每一個字都好似淬毒尖刀，精準吉入堂叔心入面，明顯就係怪自己呢個老頭傳染孫仔，阻礙佢工作。慧敏眼淚即刻滾落，想反擊幾句，卻被阿榮下狠一眼喝停，只可以捂住口。壓抑住喊聲，膊頭不停抽動。堂叔企在廚房門口，雙手捧住滾裝嘅粥碗，身體卻好似墮入冰窖，由發燒凍到腳板底。佢徹底睇透，喺呢間屋自己唔係老後，唔係外公，只係一個天大麻煩會走動嘅病毒，破壞佢婚姻生活嘅障礙。自己嘅存在正在慢慢耗乾女兒嘅眼淚，磨損佢婚姻入面僅餘嘅溫情。嗰一晚，堂叔睇住天光都未曾合眼。聽住隔離房間女兒壓抑嘅哭聲，女婿煩躁嘅嘆氣，不停質問自己：何敬堂啊，何敬堂做咗一輩子手藝，教徒弟做人要有骨氣有底氣，自己嘅骨氣去咗邊度？好似波一樣被仔女推嚟推去，以為過嚟享天倫，實際只係討一個童身之所，以為不斷付出，最終只係俾後生抌唔起嘅重擔，將自己晚年完全寄託於他人屋檐之下。本身就係一場豪賭，而自己輸得一敗拖地。天光雨停，堂叔下定決心，佢冇嘈醒任何人，只係喺飯枱留低一張字條，寫住：慧敏，老考出去散心，唔使揾我，照顧好自己同小樂。跟住拖住細細個行李箱，好似1年前滿心歡喜搬入嚟一樣，只不過今次心情一個天上一個地獄。佢離開女兒居所，冇回頭，冇租身之處，唯有喺旺角租一間最平價賓館暫住。房間又細又潮，充斥霉味，窗戶對住天井，連陽光都照唔入。佢得軟落床，所有堅強同唔裝鐵底崩毀。74歲增強好勝大半世嘅手藝人，好似細路仔一樣用被鋪蒙住頭，放聲痛哭，喊離世嘅老伴，喊自己天真嘅幻想，喊被山踏倒，體無完膚嘅尊嚴。呢係佢人生最黑暗、最絕望嘅時刻，甚至一度諗過就咁離開，對所有人都係解脫。佢喺賓館還恨惡惡，過咗3日食唔落飯，瞓唔好覺，成個人消瘦一大圈，好似俾抽走靈魂一樣。直到從前印刷廠老拍檔阿松輪轉打聽到消息，上賓館揾到佢。阿松見到佢狼模模樣，半句責備都冇，默默將佢帶返自己屋企，揾咗一碗熱騰騰嘅及第粥，加埋佢最中意嘅油條。食住呢碗粥，堂叔眼淚再次唔爭氣滾落。阿松拍住佢背脊，嘆一口氣。敬堂啊，你一世人咁醒目，點解老來反而糊塗？人到晚年，千祈唔可以丟低兩樣嘢，一間屬於自己嘅屋，一份屬於自己嘅底氣。點解可以將住咗幾十年嘅老喉賣掉，走去人哋屋企做寄人籬下嘅閒人？人家心情好就俾，好面色唔高興就連用，新地方都冇將自己嘅根連根拔起，做人家擺放嘅盆栽，點可能活得自在？阿松一番說話，好似驚雷一樣劈開堂叔雜亂嘅思路。冇錯，自己最大嘅過失就係親手斬斷咗自己嘅根，賣掉自住物業，放棄獨立生活嘅陣地，令自己變成依附他人先至可以生存嘅個體。以為親情係萬能保障，卻忘記任何關係一旦失去距離，失衡過度，必然會變質。仔女唔係唔愛佢，只係佢哋嘅愛負擔唔起自己全部晚年，佢哋有各自生活、各自壓力、各自小家庭要守護自己。呢個外人無論幾咁小心遷就，最終都會打亂後生原本嘅生活節奏，擔為無形負擔。想通呢一點，壓在堂叔心頭大石終於放下，佢決定唔再做蟲擾別人嘅藤蔓，要重新做返一棵樹，就算唔再枝繁葉茂，都要攢根屬於自己嘅泥土。
佢拎出存摺望住賣樓剩餘嘅積蓄，呢就係自己最後嘅底氣，唔再返仔女旅遊屋企，專心揾屬於自己嘅居所。市區單位造價太高，佢就往新界西北尋找，唔追求大面積豪華裝修靚景觀，只需要一間100%歸屬自己，可以安放身攤同心靈嘅小窩。前後睇咗10幾個單位，唔係預算超支，唔係冇電梯高層，唔係周邊嘈雜，唔係格局唔方正，擺唔到製板擺。揾足1個半月，終於喺屯門成熟社區攬到一間細單位，樓齡較舊，30幾呢一室一廳，但格局四正，朝早到下晝都有陽光射入。樓下就係街市同巴士站，5分鐘步程就到社區活動中心，起居極之便利。最重要嘅係呢間屋完全屬於何敬堂，房產證寫實自己個名，任何人都搶唔走簽約。當日佢揾住屬於自己嘅鎖匙，雙手不停震動，推開大門，踏入細小空間，暖陽鋪滿地板，深呼吸一口，聞到嘅係自由同尊嚴嘅氣息。呢一刻佢徹底領悟，晚年最佳歸宿第一樣就係一間真正屬於自己嘅物業。唔關面積大小、地段優劣、裝修奢華與否，核心在於自己擁有絕對支配權。喺呢度想幾多點起身就幾多點起身，想煮咩嘢食就煮咩嘢。電視開幾大聲都無人干涉，唔需要睇任何人面色，唔需要驚成為別人負累，唔需要刻意討好任何人。呢個小小空間就係自己嘅小王國避風港，抵日晚年所有不確定風浪嘅最後寶媽。佢花少少錢將牆身重新由米白色漆換簡約實木家，將製板工作禮擺落窗邊，陽光充足嘅時候坐低做手作，光線剛剛好。老伴箱擺放床頭櫃，旁邊擺放年輕兩公婆一齊買嘅舊鬧鐘，珍藏大半世嘅印刷工具，逐件擺上層架，如同打造屬於自己嘅小型博物館。一切安頓妥當，佢為自己沖一撳上品普洱，安坐陽台望住樓下公園散步，長者嬉戲細路，內心從未試過咁平靜踏實。漂泊已久心終於返到真正嘅家，但淨係有安身之所並不足夠。人係群居動物，踏入晚年之後，內心孤獨係另一種更折磨人嘅煎熬。剛搬入頭2個月，堂叔確實過得無拘無束，唔使看人面色，一切隨心所欲。朝早滾熱騰騰白粥配油條鹹菜，暖胃舒心。下就開住收音機坐低前做手工，時光過得飛快。夜晚想早睡就早睡，想追舊港片追到半夜都冇人管束，冇人嫌棄。但日子耐咗，日日對住4幅牆，連個傾偈嘅人都冇，生活變得寡淡乏味。有時做緊手工，突然想找人分享心聲，抬頭只見房內得自己影子。經歷過從前種種委屈，佢一度對人際往來充滿戒心，唔想結識新朋友，亦都唔想聯絡舊老友。驚人哋追問近況，同情自己遭遇。慢慢佢發覺，只死守一間空屋，時間長遠內心只會乾涸枯萎。人唔可以長期閉關自守，總要有抒發心事嘅出口，精神寄託嘅地方。佢逼自己多啲出門走動，樓下就係社區活動中心，開設書法班、粵曲社象棋班，仲有手工創作興趣班。佢自細中意動手雕琢，對製板雕刻充滿熱誠，猶豫多日之後，鼓起勇氣報咗手工班同粵曲社。就係呢度，佢揾到晚年第2個心靈歸宿。興趣班入面認識一班年紀相近、經歷雷同嘅老友記，有退休小學教師，從前機電工程師，開咗大半世士多嘅老闆，亦都係同佢一樣嘅老手藝人同退休職員。大家聚埋一齊，唔會攀比仔女揾幾多錢，樓宇面積幾大，退休金幾豐厚，只會傾手工技藝、立門粵曲、唱段心得，共同經歷過嘅舊時往事，一齊鑽研傳統雕刻手藝，一齊去文化中心睇粵劇演出，一齊落公園下棋，輸咗互相打趣，邊個有難處，眾人都會出手幫忙。有一位周伯屋企傳咗4代嘅木刻牌匾，磨損嚴重，揾好多師傅都修復唔到，抱住試下心態揾到堂叔。堂叔花足10日時間，逐處打磨補刻上漆，將牌匾修復完好，紋路清晰，色澤古過，煥然一新。周伯開心到不得了，專門叫老伴整一缽蘿蔔糕送過嚟，實在實握實堂叔隻手，再三多謝呢份滿足感。係喺仔女屋企使幾多銀紙都換唔返嚟。喺後生面前冇人願意聆聽嘅舊時經歷，呢度有一眾知音，被年輕人視為過時嘅老手藝。呢度備受尊重，唔方便同仔女傾訴嘅心底話，可以同老友暢所欲言，唔怕被嫌囉嗦，唔怕成為別人負擔佔地。堂叔日子變得極之充實，上午去興趣班做手工唱粵曲，
有時仲會跟隨團隊做社區義工，教細路簡單紙藝手工，幫街坊維修細小損壞物件。下晝同老伙伴飲茶下棋閒聊家常，夜晚返屋企簡單滾一碗麵，開住收音機聽熟悉曲韻，內心滿載安寧。佢終於徹底醒悟，晚年第二樣寶貴歸宿就係一個可以安放靈魂嘅社交圈子，唔靠血緣親情欽定，純粹憑共同興趣互相理解建立嘅精神家園喺呢度。唔需要定義為邊個嘅老頭、邊個嘅爺爺、邊個嘅累傻嘅，只需要做回真正嘅自己。個人價值由自身定義，快樂由自己創造。呢個圈子撐起佢空虛嘅精神世界，令晚年重新煥發色彩同活力。當堂叔將自己生活打理得有聲有色，重新重拾笑容同尊嚴之後，主動聯絡偉強同慧敏。兩個仔女接到電話當場落淚，話揾咗佢好耐，擔心又內疚，差啲就報警求助。堂叔冇半句責備，只係從容告知自己一切安好，揾到最適合嘅生活模式，叫佢哋唔使掛心，好好經營自己小家庭。週末時候，偉強同慧敏會帶埋孫仔外孫上門探望。喺呢間細小單位入面，親子關係反而變得前所未有的融洽。後生唔需要背負照顧長輩嘅壓力，堂叔亦都唔再有寄人籬下嘅卑微適當距離。保留咗親情最美好嘅模樣，偉強會陪佢捉幾盤棋，傾下近排工作近況。慧敏幫忙打掃屋企，煲一味滋補老火湯。孫仔外孫圍住佢，叫佢講起從前印刷廠往事，對佢整嘅手工玩具愛不釋手，滿屋人歡聲笑語，發自內心咁開心。後生離開時候，堂叔會笑住叮嚀一路小心。關上大門之後，重回屬於自己嘅小天地，享受獨處嘅清靜。佢終於明白，有智慧嘅晚年唔係死死實實揾住仔女不放，而係懂得適當體面退場。我哋辛苦大半世，唔係為咗晚年連睇人面色活得好似負累。真正嘅歸宿唔係依附人哋屋檐，而係掌握喺自己手中，安放於自己心底。一間屬於自己嘅小單位，係晚年最堅實嘅底氣同護甲。一個志同道合嘅老友圈子，係精神嘅陽光同滋養。守住呢兩樣嘢，先可以喺晚年風雨入面從容自在、體面有尊嚴咁過活。做一個獨立備受敬重嘅長者呢，就係堂叔用眼淚同屈辱換翻來嘅人生真理。我見過太多類似遭遇，每一次都無限稀假。將呢個故事分享出嚟，皆因深知好多長者正經歷緊同佢一樣嘅困境。我哋成日以為親情係無條件付出，卻忘記親情同樣需要距離同尊重滋養。以為將自己一切奉獻俾仔女就係最偉大嘅愛，卻忽略真正嘅愛係唔為後生增添負擔，先將自己妥善安頓。堂叔嘅故事唔係教大家同仔女對立，反而係教識如何好好相處。物質同精神兩方面先打理好自己。當你唔再係任何人嘅負擔，先可以享受到親情最純粹溫暖。一個獨立完整嘅靈魂，先會覺得後生發自內心嘅敬重。我成日同身邊老友講，人這一生前半生為身邊人而活，為父母、為仔女、為家庭奔波勞碌，踏入後半生一定要為自己活一次，千祈唔好將晚年全部希望壓落仔女身上，佢哋有佢哋嘅人生。我哋有我哋嘅日子，唔好成日掛住將所有積蓄留俾後生，唔好耗盡最後體力幫仔女面仔做家務，辛苦大半世，係時候為自己好好打算，為自己留一間居所，唔使豪華，能夠遮風擋雨就得，為自己儲一筆積蓄，唔需要豐厚，足夠衣食同應急醫療就得，為自己結交幾位志趣相投老友，培養一兩個興趣愛好。當你有安身立命之本，有精神寄託嘅圈子，先會發覺晚年原來可以如此美好。唔好等到好似堂叔一樣撞得頭破血流先至參透道理。而家醒悟永遠唔遲。好多人講養兒防老，呢句說話冇錯，但唔可以完全依賴。仔女有孝心固然值得開心，但千祈唔好將成個人生抌落佢哋嘅孝心上。佢哋要顧好自己小家庭，已經耗盡好多心力，將所有期盼寄託於後生，最終失望嘅只會係自己，亦都會拖垮仔女最好嘅親子關係。從來唔係一方依附另一方，而是彼此獨立，互相扶持。你安穩過好晚年，佢哋用心經營小家庭，閒時相聚，互相掛念，呢種關係先可以長久維繫。我見過太多本來父慈子孝嘅家庭，只因長輩同住一屋，日日為柴米油鹽勞碎爭執，最終親情漸行漸遠。唔係邊個人品有問題，只係距離太近，再好嘅感情都經唔起日復一日臨碎消磨，遠香近臭。
呢句說話放喺親情上面同樣適用，保留適當距離，留返私人空間，反而會令親情更加濃厚。人到老最驚唔係唔夠錢唔夠人陪，而係丟失咗尊嚴。當要靠睇人面色先至可以留低，當自覺成為別人負擔，就算住豪宅食山珍海味，內心只會滿載苦楚。而尊嚴從來唔係別人施捨，係自己爭取返來。有屬於自己嘅物業，有充足積蓄，有屬於自己嘅生活節奏，唔需要依附任何一個人，自然底氣十足，尊嚴滿滿。觀察幾十年人情喜樂，見過身家千萬卻晚年冧涼之人，亦都見過積蓄微薄卻活得自在開心嘅長者。晚年過得好與否，從來唔睇銀行存款數字，而係睇自己有冇做人主心骨，有冇守住屬於自己嘅根。好多年輕朋友唔理解點解老人家執着舊屋唔肯搬，唔願意同仔女同住。其實嗰間舊屋唔係唔頭水泥堆砌，係長者大半世嘅回憶畢生嘅痕跡，最後嘅底氣守住間屋，就係守住自身尊嚴，守住屬於自己嘅人生主導權喺度。亦都想同年輕一輩講一句，對屋企長者多啲耐性，多啲包容。佢哋年事已高，動作遲緩，記憶力衰退，生活習慣同年輕人唔同。但絕對唔係負累，係為你哋奉獻咗大半輩子嘅自身真正嘅孝順，唔一定強行接長輩返屋企同住，多啲上門探望，多啲電話問候我，尊重佢哋生活習慣，尊重佢哋居住選擇，俾佢哋按照自己中意嘅方式過日子，先係最踏實嘅孝心。亦都奉勸所有退休老友，好好愛惜自己，永遠最緊要。唔好一味無條件為仔女付出，唔好將後生當成人生全部。你首先係獨立嘅自己，先至係人哋嘅父母長輩。前半生已經為家庭耗費太多心血，後半生理所當然為自己而活。想食好嘢就盡量滿足自己，想去邊度散心就起行，想學興趣就大膽報班。唔好捨唔得使錢，唔好總覺得自己係別人負擔，辛苦打拼大半世，值得擁有自在體面有尊嚴嘅快樂晚年。人生苦短，務必好好善待自己，尤其踏入晚年，要活得清醒通透，有骨氣有底氣。希望每一位睇完呢篇內容嘅朋友，都將呢份人生道理記在心入面，亦都轉發俾身邊親友。呢一次簡單分享，隨時可以點醒一位陷入迷茫嘅長者，令佢少走冤枉路，少受委屈。祝願所有人都可以擁有安穩、舒心、體面、從容嘅美滿晚年。